Joey，你試唔試過喺公司講咗一句說話，然後成個禮拜都有人對你冷嘲熱諷？有，嗰次我話某個同事嘅 report 寫得好求其，點知嗰個同事係老闆嘅表妹。嗱，呢個就係第19條法則嘅最佳示範。你得罪咗一個你唔應該得罪嘅人，即係話我要知道我面前嗰個係咩人先開口。唔係先開口，係開口之前你要做功課。呢個世界有啲人你得罪得起，有啲人你一世都得罪唔起。問題係你分唔分得到？第19條法則嘅原文係 Know who you're dealing with， 廣東話即係知道你同邊個打交道。冇錯，Robert Greene 講得好清楚。呢條法則嘅核心就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性格、唔同嘅弱點、唔同嘅報復心。你唔了解對方就出手，等於盲人過馬路。咁即係我哋要學識讀人，好似睇穿對方咁。讀人唔係睇面相，係觀察一個人點樣對待下屬，點樣講電話，點樣喺飯局表現，全部都係線索。你用心睇，自然睇到。講個故事，我以前有個朋友喺一間中環嘅金融公司做嘢，佢上司係一個好低調嘅人，永遠着住普通嘅恤衫，搭地鐵返工，聽落好樸素。然後呢，有一日有個新返工嘅同事喺 pantry 大聲笑佢上司老土，話佢似街市買戲嘅阿伯，成個 pantry 靜晒。嗰個上司係咪有厘頭？嗰個上司就係老闆個仔，低調係因為佢唔想靠關係，但係佢嘅權力同影響力係全公司最大嘅。嗰個新同事唔夠1個月就走咗。經典，呢個就係第19條法則嘅反面教材。你唔知對方係邊個就亂講嘢，代價可以好大。做人最緊要有 common sense， 但係香港最缺就係 common sense。我都有一個故事。以前喺茶餐廳有個客成日嚟食嘢，好靜，好有禮貌，每次都坐角落嗰張台。普通客人啫，有咩特別？有一日有個新嚟嘅伙計對佢唔禮貌，大聲鬧佢點菜慢。個客乜都冇講，笑咗笑就走咗。咁之後呢？之後嗰個伙計嘅女朋友喺隔籬間餐廳做，突然之間冇得做咗。原嚟嗰個客係區議員嘅親戚，低調但係手眼通天。佢冇直接出手，但係一通電話就搞掂。即係話有啲人報復係靜靜地嚟，你連俾人整咗都唔知。完全正確。越有權力嘅人越唔會當面同你計較，佢哋會靜靜地安排一切，到你發現嘅時候已經太遲。呢個就係點解你一定要知道你同邊個打交道。咁我哋應該點培養呢種觀察力？有啲咩具體方法？第一，留意一個人點樣對待比佢弱嘅人，侍應、清潔、姐姐、停車場、管理員。一個人對呢啲人嘅態度就係佢真正嘅人品。呢個好有道理。一個人對上級奉承，但對下屬差，呢種人最危險。第二，觀察一個人被人得罪之後嘅反應。當面發脾氣嘅人反而唔危險，最危險係嗰啲笑住話冇事，但之後慢慢佈局嘅人。即係話笑面虎先係最要提防嘅。唔止笑面虎，有啲人係真係大量，得罪咗佢都冇事，但係你分唔到邊個係真大量，邊個係扮大量，所以最安全就係唔好得罪任何人。第三樣呢？第三，做功課。返新工之前，了解清楚公司嘅人事關係，邊個係老闆嘅親戚，邊個係空降嘅紅人，邊個係渡過海嘅神仙，呢啲全部要提前知道。即係入職前要做 background check，唔係淨係 check 人工同福利。係，人工同福利係表面，人事關係先係真正影響你生存嘅關鍵。你揾到好工，但得罪咗錯嘅人，遲早都要走。總結嚟講，第19條法則就係提醒我哋喺任何情況之下都要先了解對方，先再行動。對，記住一句，講多錯多。你唔知對方係邊個嘅時候，最好就係收口。沉默唔係懦弱，係保護自己。做人處世真係要步步為營。做人處世，識人性，識字。你讀得多書都好，唔識睇人，一樣仆街。嗱，呢句值得記住。做人最緊要開心，如果唔開心，
咁就唔好做啦。但你做之前，起碼要知道你同邊個打交道，